你好，是阮嘅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宜兰单区偏讲，电动自行车无需要考照挂牌，而且介绍比机车较俗，是真侪外籍移工甲惯熟的交通工具，加上改装盛行，时速甚至会当破百，已经让事故逐档增加，占事故肇事率2成。欢乐年底死伤人数将上千人。对此，警察局长表示，目前拢是用强硬手段来扣车。我们的电动机车不亚于我们一般的机车有可能这个时速会破100，所以我们的警察局也非常强力在执法跟取缔了哈。局长，这一点这一点跟你们肯定了哈。谢谢议员。那你想未来你们的作为是怎么样？它已经超过这个微型电动2轮车的规格，变成是一般的电动机车，但是它却是没有挂牌，这就是已经构成这个除了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这些行驶行为，包括这个监理的制度的面的部分，它也违反了，我们就必须要扣车。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都是用最强烈的手段，就是扣车，让它消失在马路上。宜兰进一步以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立法院已经完成修法，以后电动自行车改名做微型2轮的电动车，需要考照挂牌、戴安全帽、甲投保责任险，而且14岁以下袂使驾驶。不过现况65万台旧车有2档的期限，需要审验挂牌，所以要求市府积极宣导避免民怨。台南新闻管制林盈光采访报道。台湾食农界董事长担市长候选人身份，将总理选当作辩论，希望市长黄伟哲勇敢接受挑战。除了质疑麻豆文旦有史以来到目前产销班也咧高，结果中秋前市府就发出销售一空的假消息以外，接续着严厉对纳骨塔涉嫌收贿一案，要求讲唔对话就退选。会中提出议员甲业者的对谈录音等证据，指控黄伟哲参与2摆参宴，甚至收钱无办事。我讲的若唔对吼，我退选啦，我退出政坛，我退选。啊，若你讲白贼，你有要退选？我讲啥物白贼？请你讲。讲白贼，你有要退选无啦？啊，就表示你有讲白贼，你认为万无改变。代志唔是安尼讲的哦，人民来做上尾的判断啦。人民做上尾的判断，你这瞒爸骗母，我甲你讲，你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摊食饭了，一个灵骨塔，业者在场。毋是食饭了，食饭的时阵。哦，你讲食饭的时阵，所以你知影灵骨塔业者食饭就在场。哦，事后，恁讲若讲迄个毋是灵骨塔业者，你甲讲，恁咧讲白贼吼，7讲8漏开啦。足久的就走。好不好？你讲20分，我给你一摆机会哦。来，标这电话出来。市长有没有跟李瑞祥2度吃饭过？没有，都没有吃饭过。有见过面，有吃饭过，但是没有2度吃饭，但是没有2度吃饭，但是没有2度吃饭。谢议员有2个身份，第一个是监督者、质询者，我是被监督者、被质询者。另外一个身份，我们2个都是候选人。对于候选人所提到的，我们会自己判断，包括柚子的事情，包括我们所谓一些朋友，或有其他他放的录音带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都会面对，但是他的一个做法，我想说离真相有一段距离。不过，我们还是会审慎面对。议员抓到质询的机会，将黄伟哲涉嫌贪污假死死，强调后续也各有相关官商勾结的证据以外，针对老人免健保费、学生营养午餐免费、市府来提供尿纸布以及生育补贴等社会福利，批评黄伟哲无能力嘛无魄力。讲互市民清楚尔，你是一个什么款的市长？第一，无能力是要紧的，无能力你若甲善用者无聊，善用者政务官。同款市定会当做甲真好啊，佮无魄力，无担当。台南市无需要这款市长诶，无出来讲嘛，咱出来辩论嘛，出来讨论看，啥物政策爱安怎走，台南市未来需要安怎。
我所提出来的照顾老人的政策，你甲我讲迄财政会倒到尾啊，无你甲变3000呢？老人即马知影讲我要专业补助1万，即马你怎变3000出来？万无万少。拍3节照顾老人会使拍1咯。我所讲的老人的这个健保费补助好，咱都会纳入咱的社会福利的部分。但是你嘛花价低，你知影讲钱有限，就爱拍好好。我就是甲你共款啊。所以你要甲我共款，你就听我的落，就互我做就好啊。你他妈要和我共款？甲你共款是讲爱量入为出咱台南市啦吼，袂使后壁开钱啦。因好人救，恁这歹人就唱秋啊。因为要做代志的人救起来，唔做代志的遐官商勾结就唱秋啦。你听有无？你爱有魄力，你若无魄力处理这，你敢若身躯边迄加迄3个咧做市长，我甲你讲，你是摸咧烧啦，我无骗你啦。议员将总质询当作选举的战场，除了提高部分交由司法侦办，相信人民卖家己判断。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据我了解，老多当中只有台南无设立青年事务的专职局处，所以议员黄家珍伫总质询除了要求跨局处加强青年政策甲资源，嘛因为出生率下降，如何让少年人家生假期伫台南安居乐业，进一步争取成立青年幼儿局。地处市长吴永ठे表示，将通盘考量。青年跟幼儿，让我们台南市更务实的去考虑到青年的诉求，考虑到怎么样帮助青年能够让他们愿意生养子女。生养子女不光是补助而已，不光是1胎2胎的补助而已，还有如何让夫妻2个人能够安心工作，孩子有一个好的照顾他们的地方。请问一下，青年及幼儿局有没有机会在您下一届任内成为台南市让人觉得充满朝气、年轻的一个局处室？巴议员哦，您能够就是在下个会期下一届，您也能在这边质询，我也能在这边帮你质询的话，我们当然对于需要照顾的老人还有幼儿，还有需要被鼓励的青年人，他们是不是要有一个专责机关，来专责处理这些事情？我们会做通盘的考量。议员这届最后一摆总质询会中相当感慨，向市长建言，要求加强道德教育，甲听见家己良心的声音。同时，面对议员的监督，一定要控制情绪，临时只爱听歌功颂德。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为了让咱市长者有一个无同款的中央节，立法委员陈廷辉自9月26到9月30举办一系列敬老酒活动，活动规划慢慢画、制作个性潮 T、服装搭配、巧手装点等活动，互长辈打造属于家己的 style。另外，还有咱的灶脚、运动生电等课程，互长辈食了营养，当了健康。我们的长者重阳节要到了，所以我们几位议员包括议长还有议员，我们一起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要感谢我们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我们的董事长还有我们的校长还有我们所有的老师真的很感谢大家。我们那时候发想的时候呢，哇，大家就很支持。那要更感谢的是我们云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们的许立金董事长这样的一个大力赞助跟协助，然后让我们的长者说真的，在这么多的一个选举氛围当中，其实应该要不一样的一个方式，让他们觉得说自己是被重视的为协助宣传这项有趣味又有意义的活动，真侪议员特别带领去代言人，参像是陈廷辉甲创全打扮成运动教练，陈秋平甲周丽金变身化妆师，蔡秋兰甲陈碧玉扮演造型师，林志聪变成画家，以及议长郭信良甲议员吴通良卫星总菩萨来到宣传。那我们台南市也非常重视整个的年长的。那今年台南市因为通过了敬老年金不排付，那未来呢，包括我们的劳健保呢分3年劳健保呢，健保分3年给付，
将全部由台南市政府来承担哈。那这是我们对长者一个尊重。从明年开始分3年编列。负责课程规划台南应用大学以及国立嘉济高中，同时也是这场活动的承办单位，拢非常欢喜会当有这次为长辈服务的机会。举办这样一个活动，表示我们对长者的一个尊敬上，也感谢他之前为国家、社会甚至为家庭的付出，然后在这个重阳节快到的表达一些敬意。在那个重阳节，我们希望平常的时间就可以长者跟我们年轻人大家一起互动，从年轻人去学习长者的智慧有没有发挥创意那展现在那个各个学习的成果上那我很高兴今天能够参加这个活动。5天的活动，6场无同的课程，每一项拢真适合亲子家庭以及长者做伙参加。主办单位欢迎对活动有兴趣的市民朋友，会当向台南应用科技大学推广中心报名参加，名额有限，卡手就要紧哦。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香喷喷的月饼出炉了，不管是栩栩如生的兔子，还是印着中秋团圆字样，怎么看它就是月饼。但其实这是尽心生计，因应即将到来的中秋节，特别推出的手工皂月饼礼盒，依照不同客户需求搭配，选用国外进口有 SGS 认证的天然精油皂基，每颗都是下定才制作的复方皂，让收礼的人既不会造成体重负担，用了还能滋润皮肤。我们精心所调配这个月饼精油皂比较特殊，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皂的设计是用途是做洗脸的，还有洗身体的。那用在洗脸的部分，我们是针对像这个上面有一种姜黄跟藏红花，跟这个香茅是比较属于混合性肌肤，而且混合性肌肤有些是皮肤比较偏干。那偏干的话，我们的里面的皂基就会添加一些天然的氨基酸，让它洗完保湿以外，还能让它滋润一点。那一般的皂呢，他们就洗完可能就是保湿而已，可是等一下就变干了。那但是我们的皂不一样哦。就是洗完之后，它就是因为是复方的关系，所以它可以发现，就是他们发现他们的精油皂的一个滋润跟保湿的一个功能。那洗身体的话，它会针对皮肤等一些去角质，跟皮肤我们形成长期这样洗精油皂，其实的好处就是说，让我们皮肤再形成一个保护膜，增加一个保护力。那洗一般的皂当然不行，洗一般皂你如果干涉的话，就是清洁而已，但是你可能还要再抹一下乳液做一下保湿，要不然你在冷气房下的话，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干，很不舒服。那如果太干的话，我们皮肤如果一晒太阳，其实会痛，因为没有保护膜了。所以精油皂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受到市面上喜欢那么多人喜爱，就是因为它的功能性有比较贵一点，但是它的功能性真的比一般我们的清洁皂好很多。除了月饼造型，静心也会根据客人需求，协助寻找不同的模具，让手工皂造型多变，不同节日都能有订单上门。其实都是客户的需要，我们再去帮他们找这种模具来帮他们做。那做的时候，我们像现在目前南区区公所他们现在最近的父亲节有要颁发父亲节的活动，所以说就订这个按摩皂，他觉得蛮有意义的，因为跟一般的皂比较不一样，因为他拿回去就可以这样洗一洗，起泡之后可以就这样子做按摩，很舒服。然后这也是一头皂底的，就是说头部也可以洗，脸也可以洗，身体都可以洗。所以我们很多皂有的是一皂到底的，一种是只有洗脸部的，洗身体还是有分开。所以我们有做很多像这些造型的部分，像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你喜欢海洋系列啦，你可能比较缺能量啊，那我们就跟客户问啦，你如果比较缺能量不足，皮肤比较暗沉，那我们就用海洋系列啊。那如果说我想青春一点、冻龄一点，那我就用玫瑰的啊。那我想说我要更有活力，还要更有杀菌功能，不要避免蚊虫咬伤。那我们可能就是会用一些像这个姜黄啦，还是我们的香茅的部分下去调在一起使用。天然精油皂基只要经过加热融化，搭配模具的使用，就能跳脱传统肥皂方正的造型，让消费者爱不释手。看看这小朋友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蛋糕，恨不得能全部带走。未来过节烦恼到底该送什么礼盒，才不会让对方吃下太多热量？手工皂礼盒或许是个不错的新选择。
来自意大利加乔治亚的2位女高音，共同诠释德里伯克拉美当中的花之2重唱，会当讲是密集杂作。I'm very happy to come back here again. Yes, Taiwan people, you are great people. 我爱台湾 I would say. 2022台南国际音乐节开幕演出，邀请到来自意大利、乔治亚、墨西哥、德国、巴西，总共5个国家的6位声乐家，将呈现23首经典歌曲，包含歌剧《拉克美》当中的《银铃之歌》，另外还有轻歌剧《微笑之国》。艺术性音乐剧《歌剧魅影》《悲惨世界》《西城故事》等知名歌曲。我这一次很高兴我制作了这个节目，我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一个很跨领域的，就是说我们把很多很经典的古典经典名曲，艺术性很高的之外，我也加入了1/3的音乐剧的曲目。这摆演出将伫咧意在金城场将古迹变成舞台，伫9月23、24日连续2天，将带予大家全新的感受。喜爱音乐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新华文康娱乐中心18日上午热闹滚滚，台顶一个春丽社区陆续接力表演，插入新古典现场气氛。这次市民学院总共有8堂课，那这8堂课当中，我们很多学员最喜欢就是那个多肉植物。那多肉植物是很多人最多人喜欢参加，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一些生活舒压。市长王伟哲也出席了新古典，除了强调市府新建甲整修活动中心，互民众有休闲的所在以外，也肯定市民学院开办用心，以及市民学习的丰富成果。社区活动中心也好，还是你活动中心也好，拢总是咱市民朋友真好的这个学习的所在。咱有总共有开80几班总共开87班。这来上课总共有2500几个。我伫遮嘛大家报告，咱希望讲刷来，咱会当有搁较侪班，有搁侪人来学习，有搁侪人来成长，有搁较侪人来运动。市府民政局结合里活动中心开办111年市民学院，经过几个月课程学习，特别举办新古典，现场参与的春丽社区摆出一件件作品，手工包、手工艺品、纸粘土等应有尽有。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精美的一个作品可以在生活上，可以在美学上都能够互相辉映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里长跟我们的执行长，还有我们的学员共同的努力，努力的学习，才有今天这么优美的一个成果。这一次那个手工精油皂李明参与的状况非常良好因为也可以学到一技之长。李明也非常的开心说，精油是怎么样来做手工肥皂，可以学以致用。其中安南区的红红里结合精心新技，开办手工精油皂课程。精油皂因为除了好看以外，嘛相当的实用。因为要列为生活上的疗愈，那我们也用成蔬菜啦、金箔啦、柿子，还有我们多肉植物的盆栽。那多肉植物盆栽都是最多人喜欢，因为它做成盆栽之后呢，它可以在我们的办公室，它可以做一些舒压，或者说它可以做抗菌。因为我们精油皂本身就有抗菌跟那个驱蚊的效果，所以我们当然用绿色的香茅为主轴。这场新古典也让长辈展现拳击舞，也让观众印象深刻。各社区也互相交流，达到交易观摩的目的。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打开网页，输入关键字就可以浏览相关新闻内容。数位平台崛起，改变了新闻资讯的流通方式，更严重冲击新闻产业。台大新闻所在中嘉宽频赞助下，举办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邀请产官学界进行交流。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出席座谈，并表示文化部的立场很清楚，就是支持新闻付费。这些大型平台到底在台湾？他获取了什么利益？或者是说，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了：
营业额有多少？我很意外的，我问了很多的部会相关的部会，竟然都不知道。因为这里面有包括社群平台、搜寻平台，还有 OTT 平台等等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营运模式这些营运模式，他们有的比较共通的，就是他们在台湾可能设一个公司有缴税，可是这个不代表它全部的营业不代表它全部的营业。那到底全部的营业到底多少？有没有办法调出来？那个当然，这中间各种模式包括政策建议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式，很多方法。文化部呢，我们基本上很清楚的立场就是，我们支持一定要付费新闻付费，但是如何去谈判，如何去付费，付费了以后如何去分享什么样的模式呢？这是尊重那么大家共同讨论的结果。会中还发布一份针对平面新闻产业进行的调查报告，并邀请产官学界代表探讨新闻业与数位平台的合作模式。论坛主持人之一前政务委员郭耀煌表示，在跨国数位平台的影响下，必须寻求新的产业生态，才能提升新闻媒体的竞争力。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的关系呢，也不只在媒体混乱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就是新闻的产业，它的品质跟言论自由的问题是包括是公益性的就是一个国家这个言论自由属于公益的价值。那媒体混乱是属于私益的问题。那今天的论坛，我想大家可以从公益面跟私益面一起来探讨，让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彼此之间呢，能够产生一个共识。那看看如何共荣发展那我想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不是完全在对立面，而是必须要寻求一个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进的一个新的产业生态那我想今天呢，我们也期待政府能够从这个怎么样促进新闻产业的数位转型来加速来推动其实这个议题很复杂它牵涉到我们的新闻业，它也牵涉到这些大型平台的业者。那同时，因为我们从国际的经验发现说，因为这个议题，我们的传统的媒体跟跨国平台议价能力是不对等，所以其实各国都需要政府的积极介入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邀请了相关部会，甚至于是在之前在政委时期主导这个议题的跨部会的协商的郭耀煌政委，请他来主持这个政策的讨论那很开心就是说这些各方的业界跟学者专家都愿意一起来进行这个议题的讨论。会中专家学者也认为，数位平台不再只是协助媒体曝光新闻，而是扮演筛选新闻内容的角色，不只让传统新闻产制模式发生变化，甚至对言论自由与民主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台大新闻所举办的论坛中，首度公布了一份由跨校学者组成的计划团队进行的研究调查，从产业概况、影响层面到政策模式等各种面向，剖析数位平台对出版业新闻媒体的影响。这一次的调查报告就是包含台湾的杂志跟报纸，我们发现最主要他们受到平台的，第一个是在产业上面的影响，第二个是在内容上的影响。那在产业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因为整个数位环境的改变，让传统的这一些不管是纸本或是广告的营收都下降了。然后遭遇到非常大的一个经营上面的困难。那另外呢，可以看到的是说，在网络上面，他们能够取得的，无论是直接的广告，或是来自平台的分润，都还是不够的。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在经营面发生的最大的危机。那在他们的内容面上面，我们看到最大的危机大概就会是演算法不透明，然后以及对内容的一些筛选，让这一些我们看到过去杂志或报纸没办法独立自主的去完成我们所谓的第四权这样的一个角色，它没办法独立的这个监督政府，独立的去监督这些大的企业。那在新闻的这个产制上面，就会流于八卦化或是琐碎化。那这个对于媒体的不管是产业或是它最后的这个社会功能，都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
论坛中，针对如何与跨国数位平台进行谈判议价，公平会委员洪才龙也分享澳洲与纽西兰的经验，提供台湾制定规范的参考。澳洲当然是有立法嘛，去年立法啊，然后就是说要求这个数位平台跟他们的传统媒体进行议价啊，然后比较有趣的是那个纽西兰是没有立法，然后但是就说因为由他们的传统媒体的公协会，然后出面跟他们的竞争法机关提出申请，什么样的申请呢？就是联合行为的事先许可的一个豁免啊，联合行为的一个责任，由他们一起来集体谈判，然后没有立法，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一旦通过了，然后数位平台Google跟脸书，到时候就一样要跟这些传统媒体来做谈判跟议价。我觉得这个方法，我觉得可能不失为目前在台湾法律都还没定的时候的一个可能的方法。台大新闻所所长洪真麟表示，完善的分润或付费合作，不仅能改善台湾媒体营收上的困境，也可提升数位平台的服务品质。在这个数位转型的当下那台湾的媒体的营收跟内容表现其实受到高度的冲击。那其实整个数位广告呢，其实都转移到大型的平台。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其实包括政府部门、文化部跟 NCC 其实也有委托案去做大型的媒体的产业调查研究。那今天我们就邀请这个研究团队来做调查结果的报告，跟社会分享现在产业的现状。那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提出了几项就是说未来可以去解决因应这些大型平台跟媒体之间的公平的议价，或者是各种的合作模式的可能。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可能性提出来，让社会各界可以继续讨论。那整体来讲，我们希望说可以去改善台湾媒体现在营收上面的困境，然后包括数位平台跟媒体合作，为了台湾的民主跟国家安全可以尽一份心力。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在与会来宾热烈交流下圆满成功。中嘉宽频透过赞助举办论坛，也期盼能为促进台湾媒体产业正向发展尽一份心力。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